后来过来，这个是小英男孩郑义仁涉嫌甲绿电的业者收200万，洪裁定收押禁见。讲伊之所以洪收押，上主要的原因是检方去因兜搜索的时阵，伊趁机会为20楼悬的徛架，甲一支关键的手机结落楼骹，企图要湮灭证据。再加上伊的金流冇真大的问题，讲伊每个月拢会走去自动提款机来欠钱。 有向业者受贿吗，郑先生？被封为小英男孩郑义仁涉嫌收绿电业者200万，被裁定收押禁见。重点是一支弹掉的手机啊！会觉得被赖政府清算吗？当时检方搜索的时，郑义仁先请讲：“你敢知我后台是啥物人？”伊为楼顶带一支手机出来，想要灭证。 这表明讲配合调查检调，靠走电脑甲手机啊，要么无看到走了，已经锁定迄支0921迄支，最后出动烟火车，才伫车道找到。烟火车的原理就是透过发散强烈信号，进一步找到手机的定位。郑义仁毋但以行政院副院长沈明典的名号骗食骗啉，佮安插亲戚朋友甲绿能公司讨红包。 郑义仁不止枪案财产无法解释，还被检方查出密集使用 ATM 分批存入现金，每月最高30万元，远超他的收入，金流有重重疑点。郑义仁毋但台积电总经理无通做，即马台积电的投资方中广嘛跳出来话要撤资，佮要求甲撤站。彻查郑义仁。 那接下来台积电应该怎么办？台积电应该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。但是现在看起来是经济部主导，那走了一个有问题的郑义仁，接下来的人选呢，会是正常的派乐吗？专业的派乐吗？我们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。英国小英男孩因为涉嫌收红包被收押禁见，所作所为一件一件拢被公开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